OK，翻嚟啦，係咪大聲咗好多咧？今次咧我又買咗一支咪翻嚟，但係呢支咪咧就搞咗我成2個鐘。一開始嗰陣時咧，佢就好多雜聲，我都唔知點解。2個鐘之後咧，佢就無啦啦冇晒啲雜聲，到底我做咗啲乜嘢咧，我都唔知。不過而家 anyway，我唔理點咩事，點樣整好咗啦，而家係聽到嘅聲音畫面冇問題。好啦。上次咧，我哋睇到馬太福音第24章。24章講啲乜嘢咧？就係耶穌基督預言耶路撒冷會被毀滅。咁耶路撒冷會被毀滅之前，要發生啲乜嘢咧？記唔記得啊？大家唔記得咧，就打開你本聖經啊，就去睇下究竟預言乜嘢啊？將來在這裏沒有一塊石頭留在石頭上不被拆毀了，耶路撒冷就會被毀滅。你哋要聽到打仗同埋打仗嘅風聲，總不要驚慌，因為有好多打仗，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饑荒、瘟疫、地震。饑荒、瘟疫、地震都已經越嚟越多啦。民要攻打民，最近睇到係泰國同埋 Cambodia 係咪即係柬埔寨啊？Thai versus Cambodia 應該係柬埔寨。中文泰柬冇錯啦，柬埔寨衝突之後仲有啲乜嘢啊？USA versus ISIS 喺邊啊？ISIS 喺敍利亞 Syria， 仲有好多 wars now going on now。Ukraine， 總之咧，周圍咧就亂七八糟，就只要有得打嘅地方咧，都打緊仗。但係呢個基督點樣講？基督話呢個係苦難嘅起頭。起頭即係點解啊？啱啱先開始咋，啱啱先開始。但係唯有忍耐到底嘅必然得救。你覺得基督講唔講大話啊？神係唔會講大話。之後基督會翻嚟啦。之後基督有一日，基督就會翻嚟啦。就好似當洪水以前嘅日子，大洪水嗰陣時咧，點解會有大洪水咧？係因為世人嗰陣時嘅世人都係做緊喺神眼中係惡嘅事，同埋嗰陣時有好多巨人。巨人咧就即係天使同埋人間女人生嘅巨人。咁神咧就將大洪水，就將成個地球用大洪水殺死晒啲人，除咗挪亞嗰8個人，因為挪亞係完全人 perfect， 佢係義人 righteous， 所以咧由嗰陣時到而家，你就知道基督再翻嚟嗰陣時咧，基督翻嚟係淨係會帶走義人完全人，即係點解啊？即係唔會再犯罪，知道冇罪可以再犯嘅人。咁所以如果你去教會嗰陣時，你去問你身邊嘅人，喂，你犯唔犯罪啊？我聽到一條友講話咧，犯罪嘅係屬於魔鬼喎。咁佢就會同你講話，嗰條友都黐線嘅，個個都犯罪㗎啦，點解可以唔犯罪啊？嗱，你就知道嗰個人咧，佢係屬於乜嘢啊？
佢係屬於魔鬼嘅。點解咧？因為耶穌基督講得好清楚啦，《約翰福音》第8章第34節，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僕。Jesus answered them, Verily, verily, I say unto you, whosoever committed sin is the servant of sin. Servant of sin 即係你係罪嘅僕人，你係去即係罪係你老闆，魔鬼係你老闆。除咗呢度之外，約翰福音唔係約翰一書又講得好清楚啦。第3章第6節，喺下邊啊。每次你哋都應該睇到嘅，凡住在他裏邊的就不犯罪。所以如果你住喺裏邊嘅話，你就唔會犯罪。不犯罪嘅係咩意思啊？係唔會犯罪。犯罪的點解啊？係因為未曾看見他，又未曾認識他。你犯罪係因為你唔識基督，你唔認識佢。咁你唔認識佢，佢都係唔認識你。即係你哋兩個仲未認識，即係你仲未重生，就係咁簡單啦。如果你問我可唔可以犯罪？我就同你講話，冇罪可以再犯，因為主耶穌基督已經除掉晒所有罪。但係你首先要相信啲乜嘢啊？而家我哋就睇下馬太福音第25章點樣講啦。那時即係幾時啊？即係基督翻嚟嗰陣時，天國好比10個處女拿着燈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5個咧係聰明嘅，有5個咧係好蠢嘅。咁蠢嗰啲咧就拎住盞燈，但係佢哋就唔準備油喎，即係嗰盞好明顯係油燈啦，要油你先可以點得着啦。咁佢哋冇油，咁即係盞燈唔着啦。聰明嘅就拎住燈，又準備油喺器皿裏邊，即係聰明嘅童女咧。嗰5個聰明嘅童女咧，佢哋盞燈拎住嗰盞燈啦。拎住嗰盞燈啦，裏邊係有油嘅，即係着緊嘅燈。新郎延遲嘅時候，他們都打盹瞓着咗。半夜有人就話啦：喂，睇下新郎嚟啦，你哋出去迎接佢啦。之後咧，嗰啲處女咧，嗰啲童女咧，就都起身啦。嗰10個童女都起身啦，就收拾自己個盞燈，就因為要拎住盞燈出去同阿新郎講啊嘛，係咪？咁蠢嗰5個童女咧就同聰明嗰5個童女講啦：請分點油給我哋，因為我哋嘅燈要滅啦。咁因為蠢嘅童女咧，嗰5個蠢嘅童女咧，佢哋盞燈咧就冇油啦，因為佢哋冇油，所以咧佢哋盞燈要熄啦。咁嗰5個蠢嘅童女咧就問嗰5個聰明嘅童女要啲油。咁聰明嘅就話啦：不可如此，喂，咁樣唔得㗎喎，免得不夠你們與我們同用的，不如你們自己到賣油的那裏去買啦。即係話，喂，咁樣唔得㗎喎，我哋啲油都唔夠一齊用，不如你自己去買油啦。他們去買的時候，嗰5個蠢嘅童女去買油嗰陣時咧，新郎就嚟咗啦。新郎嚟咗，那預備好的同他進去婚宴。預備好的即係點解啊？即係盞燈裏邊着緊嘅有油嘅，就同新郎去結婚啦。門就關了。其餘嘅處女，其餘嗰5個蠢嘅童女之後就嚟咗啦，就話啦：主啊主啊，開門俾我哋啦！之後基督就話啦：我實在告訴你們，我不認識你們。呢一句我不認識你們，同埋下邊犯罪的是未曾認識他，係連埋一齊嘅。所以佢哋基督唔識佢哋犯罪，佢哋即係譬如果你而家去教會嘅話，聰明嘅童女同埋蠢嘅童女，佢哋都係童女，但係個分別就係基督認識嘅係聰明嘅童女，有油嘅童女。如果你而家去教會，你就問佢哋：你仲犯唔犯罪啊？你係咪罪人啊？
佢就一定會同你講，你教會嗰啲人咧就一定會同你講，哦，梗係罪人啦，邊個可以唔犯罪㗎？點解啊？點解佢哋咁樣講啊？係因為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見他，也未曾認識他，因為佢哋仲犯罪，佢哋仲唔認識基督，所以基督就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我不認識你們，我唔識你喎，你係邊個啊？嗱，咁呢度咧，我哋仲可以睇下馬太福音第7章第21到23節。馬太福音第7章第21到23節，凡稱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進天國。你諗下喺教會嗰度，佢哋係咪都叫基督主啊主啊？但係呢度講得好清楚話，凡稱呼我主啊主啊嘅人都唔可以入天國嘅喎，唯獨遵行我天上的父意旨的人才能進去。天上嘅父嘅意旨係乜嘢啊？係叫你相信基督。如果你犯罪嘅話，你係唔認識基督，你亦都唔相信基督，因為主耶穌基督喺十字架上面做咗啲乜嘢啊？做咗啲乜嘢咧？其實大家都好清楚噶啦。你們知道主曾顯現，是要除掉我們的罪，在他並沒有罪。除掉即係拎走晒，搞掂晒，冇罪可以再犯，就咁簡單。21、23，遵行我天上的父嘅意旨，即係你要知道本聖經講啲乜嘢，你要同本聖經講嘅嘢係相合嘅。如果唔係，你點樣遵行神嘅意旨呢？本聖經叫你做一，你就唔做一；佢叫你去東行，你就向西行。咁樣係唔係遵行父嘅意旨呢？當那日必有許多人，嗰一日係邊一日啊？就係耶穌基督翻嚟帶走144000人義人嗰一日。主啊主啊，我們不是奉你的名說預言嗎？不是奉你的名趕出鬼魔嗎？不是奉你的名行過許多異能嗎？我就明明的告訴他們，基督就好明明，即係我就好老實咁樣同佢哋講，我從來不認識你們，你們這些作惡的人，離開我去吧。因為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見他，也未曾認識他，就係咁簡單。我哋再睇下鹹言，唔係 prophet 係叫做係啦，鹹言第7章。OK， 天父嘅意旨，我兒，我個仔，你要遵守我嘅言語，將我的命令存記在心。My son, keep my words， 遵守我嘅言語 ，and lay up my commandments with thee， 同埋將 commandment 就係命令，冇錯啦，一樣嘅。遵守我的命令就得存活，就咁簡單。Keep my commandments and live， 保守我的法則，好像保守眼中的瞳孔。And keep my commandments and live, and my law as the apple of thy eye， 即係 my law， 即係保守神嘅法則，就好似你好想要嗰一樣嘢，你就要好想去配合去保守神嘅法則。就係咁。
即係本聖經，法則即係呢本聖經。Bind them upon thy fingers, write them upon the table of thy heart. OK， 係在你的指頭上，刻在你心板上，即係佢係好重要嘅。佢係一樣好重要嘅嘢，你要日日都去放喺呢個手指度，即係你要睇佢啦，係咪？咁咧刻在你嘅心板上，即係你要食落去你個心度，你要用個心去睇，用個心去明白，去認識本聖經，你嘅神。對智慧說：你是我的姊妹，稱呼聰明為你的親人。Say unto wisdom， 智慧啦，同智慧講啦。Thou art my sister， 你係我嘅姊妹。And call understanding thy kinswoman。and call， 即係你要同智慧講，你係我嘅姊妹，同埋你要同understanding 理解。understanding 係理解咁解。understanding 中文係啦，理解、認識、理解。智慧係你嘅姊妹，認識同埋理解係你嘅親人。認識啲乜嘢啊？認識本聖經。智慧係乜嘢？智慧係本聖經出嚟。OK。Fear of God is the beginning。智慧點樣有智慧啊？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所以你要敬畏神。唔知點解中文要用耶和華，但係英文咧係 Lord 即係主。敬畏你嘅主就係智慧嘅開端啊！如果你要有智慧，咁你首先要敬畏主，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And the knowledge of the holy is understanding. The knowledge of the holy， 咩叫做神聖嘅知識？The knowledge of the holy， 即係神聖嘅知識，即係本聖經，係 understanding， 就咁簡單。即係你首先你要去敬畏你嘅神，只有一個神，創造所有萬物嘅一個神。之後你嘅又點乜嘢係你嘅親人啊？就係 knowledge of the holy， 神聖嘅嘅知識，即係呢本聖經。That they 他們就保你遠離外女，遠離說奉承話的外人。OK， 他們即係咩啊？他們即係智慧同埋聰明，佢哋會保你，即係令到你遠離外女。外女 strange woman。strange 即係乜鬼嘢外女啫？即係陌生嘅女人，奇怪嘅女人，遠離說奉承話嘅奇怪人、怪人。咁我咩叫奇怪嘅女人呢？陣間我就會帶你睇啦。我曾在我房屋的窗戶內從我窗格之間往外觀看，見愚蒙人來，愚蒙蠢人，見到蠢人。
其實中文係咁樣，英文係咁樣嘅。And be held among the simple ones。simple 真係簡單，所以喺好簡單嘅人裏邊，simple 簡單。I discerned among the youth。我喺呢班後生嘅人裏邊 discern 即係你去揀，你去睇，你去諗究竟呢班後生仔 youth a young man void of understanding 裏邊有一個冇理解無知嘅人。OK 嗱，咁呢度呢兩句咧，即係話我喺個窗嗰度，我望出去個窗出邊之後，我見到有一班人，咁中間咧有一個無知嘅人，無知嘅少年人，從街上經過，走近淫婦的港口，唔係港口，呢個係呢個叫咩名啊？總之咧，就係啱啱整嗰兩支咪咧，又真係整咗好耐啦。巷子粵音巷，即係喺啲小道細街嗰啲小道，從街上經過就走近咗淫婦嘅巷口，直往通他家的路去咗個淫婦屋企啦。pass 從黃昏，在黃昏或晚上或半夜或黑暗中，看那有一個婦人來迎接他，是妓女的打扮，有詭詐的心思。嗱，呢個婦人呢，就係呢個 strange woman，就係呢個奇怪嘅女人。咁究竟呢度嘅解釋係乜嘢呢？嗱，咁呢個奇怪嘅女人咧就係呢個淫婦。咁所以咧，淫婦奇怪嘅女人咧係同一個人嚟嘅。咁究竟點解咧？你諗下，周圍有咁多教會，佢哋裏邊全部教會佢哋係同你講啲乜嘢啊？犯罪悔改，犯罪悔改，犯罪悔改。我哋睇下嗱，未講完啊！啟示錄第17章第4節 ，OK。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紅色的衣服，用金子、寶石、珍珠為裝飾，手拿金杯，杯中盛滿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亂的污穢。就係咁啦。呢度咧，呢個淫婦咧就係呢一個淫婦啦。咁佢哋係，如果你就係，你睇下而家咁多教會或者其他宗教，佢哋係同你講啲乜嘢啊？你要犯罪之後，你要悔改，你要犯罪，你要悔改。無論咩宗教都好，佢都係同你講話，你唔係完美㗎。佢都係同你講話，你係罪人。佢同你講話，你一定冇可能可以成為義人，係咁樣嘅。佢同你講，叫你一直去你一直去守律法律啦，一直去試下守啦，之後你守唔到嘅話，你就嚟悔改啦。呢啲就係佢哋咧，就係淫婦，因為佢哋帶你去嗰條路咧，並唔係窄門，而係闊門。喺美國仲誇張，基本上真係每條街都有一間教會。喺英國嘅話都有好多教會，但係
英國啲教會咧就除咗教堂咧就大好多，有啲細細哋嘅教會咧就你真係唔會留意到嘅。但係美國咧，佢嗰啲教會就好似真係一間好大好大嘅教堂，仲有好多，每條街都有。佢哋都係同你講乜嘢嘢？佢哋都係同你講，你要去守律法，你要去守律法，你唔可以做啲乜嘢，唔可以做啲乜嘢。我哋啱啱睇緊呢個就係個淫婦啦。這婦人喧嚷頑梗 stubborn， 在家裏停不住腳。點樣講啊 ？He is loud and stubborn. Her feet bite not in her house。佢哋叫你去守律法，但係佢哋自己守唔守？佢哋自己都唔守。點解啊？因為凡喺律法以下嘅，只要你犯一條，你就犯晒咁多條。雅各書第2章第10節，因為凡遵守全律法的，即係只要你 For whosoever shall keep the whole law， 因為佢哋叫你去守律法啊嘛，係咪？佢哋叫你守啦，守啦，守完之後你守唔到嘅話就翻嚟悔改啦。只在一條上犯罪，即使你喺任何一條上犯罪，你就係犯晒眾罪。如果你犯一條 offend in one point， 如果你淨係犯一條啫 ，he is guilty of all， 佢係 guilty， 即係guilty 中文係自責、有罪、慚愧、愧疚。佢係愧疚全 of all， 即係全部都有罪，全部律法佢都係有罪。guilty of all 即係全部律法佢都犯晒。呢個就係嗰個淫婦，亦都係如果你去教會嘅話，呢個就係嗰個淫婦啦。如果佢同你講，如果點樣講咧，基本上都係噶啦，冇可能唔係嘅。如果有唔係嘅話，唉，咁你就同我講啊，你問個牧師啊，問下個牧師，喂，有條友話，如果你仲犯罪嘅話，你唔認識基督喎，你叫佢哋同我講啊，點解啊？因為本聖經係唔講大話，我淨係需要 copy and paste， 我淨係需要複製貼上呢一句俾佢睇就得啦。我就要俾你睇啦。首先咧，呢啲嘢咧唔係我講嘅，亦都唔係我作出嚟嘅，係本聖經講嘅。咁本聖經咧係由英文翻譯出嚟嘅。咁呢本英文嘅 King James 咧，佢本身咧係蘇格蘭嘅皇帝，之後咧佢就去咗英國做皇帝，然之後咧佢喺英國嗰陣時咧就一個重大嘅 project 就係整咗本聖經出嚟啦。King James Bible 嗱，阿 King James 咧，咁所以咧點解中文聖經咧係喺英文嚟嘅？喂，有冇得睇中文㗎？Translate to Chinese。Choose another language. Translate to Chinese. Traditional. OK。詹姆斯阿 King James 國王欽定版，大啲俾你睇啊！
欽定版聖經 King James KJV， 又稱欽定版聖經或授權版聖經授權版聖經㗎啦，係早期現代英語版嘅基督教聖經，由英國國王James 六世或者一世。點解叫六世或者一世呢？因為佢係六世嘅蘇格蘭皇帝，係一世嘅英國皇帝，所以佢有兩個名，好威水㗎。於1604年受命翻譯，1611年出版，就係咁啦。所以咧，但係咧，如果你睇下中文咧，係我睇唔到有一本聖經係即係印刷版嘅聖經咧，係 KJV。所以咧，有一個網，呢一個網咧，佢係可以俾你睇到中文同埋英文，而且咧中文咧，佢會話俾你知有啲乜嘢係刪改咗嘅。咁呢個網咧，佢係同和合本其實我都唔知係乜鬼，就對比英國King James Version。咁對比嗰陣時咧，佢會話俾你知究竟有邊啲經文咧係刪咗，同埋咧有邊啲係點樣講，同埋佢係點樣講，比其他版本都好好多。但係有個問題就係佢用嘅本身都係和合版，咁所以咧佢個翻譯出嚟咧並唔係最好嘅。所以咧，如果睇嗰陣時咧，有時你都要中文淨係可以幫你，但係有時你都要去翻譯究竟英文係講啲乜嘢。繼續睇埋落去，特別係舊約聖經，新約聖經還好。舊約聖經嘅話咧，就真係好難明啦，有啲中文，因為佢係和合本。唔好意思啊，啱啱講嗰個淫婦咧就係就係教你犯罪悔改嘅魔鬼。佢哋就係同你講話，你需要悔改，但係又唔教你咩叫悔改。佢哋就同你講話，你要去守律法，但係就唔同你講話究竟點解要守律法，守啲乜嘢律法啊？究竟基督做啲乜嘢？基督係邊個啊？佢哋都唔咁樣同你講，因為佢哋自己都唔知道基督已經成全晒所有律法。點樣講？睇下先啊。可能陣間會有得睇。OK， 呢個淫婦啦，有詭詐嘅心思，因為佢哋同你講，你哋要繼續犯罪悔改啊嘛。但係佢哋叫你守律法，佢哋自己都唔守啊嘛。有時喺出邊，有時喺街上面，或在各巷口蹲伏，周圍都係㗎。佢哋真係周圍都係，有時仲會敲你道門，同你講話而家可能少啲，之前咧就會有啲人做 Jehovah's Witnesses 喺英國咧會敲你道門，之後派傳單俾你。之後嗰個淫婦做啲乜嘢啊？拉住那位少年同佢親嘴，臉無廉恥對他說：平安祭喺我呢度啊，今日才還了我所許的願。呢個係大話嚟嘅，因為平安就係喺基督耶穌度，所以咧佢哋叫你犯罪悔改，你去嗰度咧，之後佢哋叫你悔改完之後咧，你又再翻去，因為佢哋冇教到你乜嘢叫做唔再犯罪。因此我出來迎接你，懇切求見你的面，恰巧遇見了你。係啊，佢哋
講啲嘢咧都係好 nice 㗎，因為佢哋有鬼仔嘅心思啊嘛。你諗下，你去見到嗰啲叫咩啊？嗰啲牧師佢哋係咪都會好似好和善，或者好友善，或者你哋嘅兄弟姊妹所講嘅兄弟姊妹，佢哋都好似表面上都好似同你好 friend 咁，但係實際上你知道佢哋諗啲乜嘢嘅，因為鬼詐，聖經係唔講大話嘅。OK， 好啦，咁嗰個淫婦咧就話我出嚟見你啦，咁啱得咁巧又遇見了你，所以咧你就去我間教會嗰度犯罪悔改啦。我哋有好多兄弟姊妹同你一齊去玩㗎，但係佢哋會唔會同你講聖經咧？佢哋淨係講一啲聖經，同之後就係做啲乜嘢啊？social 去識朋友。我已經用繡花鋪蓋和埃及嘅細麻布鋪了我的床。I have decked my bed， 係啦，鋪咗張床 with covering of tapestry with cave works with fine linen of Egypt。OK， 即係用咗啲好好嘅物料，嗰啲物料咧真係咩細麻布啊，之後繡花啊，同埋呢個 tapestry 應該係繡花，我都唔知呢個叫咩名。總之就係呢啲嘢啦，總之就係好靚嘅嘢啦，就鋪咗張床啦。嗱，呢度咧，記唔記得我哋啱啱啟示錄嗰度講乜嘢啊？啟示錄第21、第17 ，sorry。嗱，有呢啲好靚嘅嘢啦，呢啲嫁妝，呢啲裝物啦，就係咁。因為佢哋係同一個女人，同一個淫婦。OK， 翻去啊。之後啦，佢就話啦，個淫婦就話啦，我又用沒藥咩？嗱，呢個真係唔知係乜鬼啦，成日都查呢個字，但係成日都唔記得。係啦，因為我一定唔會用到，一定唔會買到，真係叫做沒藥，係產地係阿拉伯。咁咧佢有濃郁芬芳嘅樹脂香，美咁鬼難讀嘅啲字，佢仲有甜花香同埋藥草嘅氣質。總之咧就有一啲濃郁芬香嘅樹枝啦，就係咁。蘆薈同埋桂皮就 perfumed， 即係嗰陣味，佢酸了我的床，即係佢張床咧有呢啲味啦，有蘆薈、沒藥同埋桂皮嘅
咁又好似湯包咁。你來，我們可以飽享愛情，直到早晨，我們可以彼此親愛歡樂。因為我丈夫不在家，出門行遠路。嗱，呢兩度咧，你就要記住啦。因為我嘅丈夫不在家，出門行遠路，他手拿錢袋，必到所定之日才回家。OK，嗱，記住啊，嗰個淫婦就話佢老公唔喺屋企啊，佢仲要去咗遠門。咁咧，佢老公咧就拎住個錢袋，咁個錢袋咧就會 at the day appointed 先至翻屋企，即係有一個指定嘅日子咧，佢先翻屋企嘅。咁我哋睇翻馬太福音第25章。好啦，所以你哋要警醒，因為人子嚟嘅嗰陣時，嗰個時辰你哋唔知道。基督幾時翻嚟，冇人知得，冇人知。天國又好比一個人要往遠方去，就叫了自己的僕人來，把他的家業交給他們。睇唔睇到呢個人要去咗遠方，同埋啱啱嗰個人住喺淫婦嘅老公拎住啲錢，按着個人的才幹給他們銀子，俾錢佢哋啊！一個給了5他連得 talent。OK， 嗱，他連得咧就係直接係英文翻譯出嚟嘅。咁他連得咧就係一個錢嘅單位，就係幾多錢咧？Money ancient world 係啦，unit of weight and money。總之咧有一個錢嘅單位，即係你當佢就俾咗5蚊港幣。他連得就係港幣嘅意思。按住各人嘅才幹，一個咧就俾咗佢5蚊，一個咧就俾咗佢2蚊，一個咧就俾咗佢1蚊，就隨即起行去啦。去邊啊？Who called his own servants and delivered unto them his goods。OK， 嗰個人咧就俾咗啲錢佢嘅僕人，咁嗰啲僕人咧就出咗去啦。And deliver unto them his good， 就將家業交俾佢哋，將呢啲家業都交俾呢啲僕人啦。咁嗰個有5蚊嗰個咧就拎咗去做買賣喎，咁佢又賺咗5蚊翻嚟。有一個拎咗2蚊。Is it another one? And to another 2 and to another 1。OK， 有一個咧就拎咗2蚊啊嘛，第二個拎咗2蚊，咁佢亦都賺咗2蚊翻嚟。之後咧，但係拎咗1蚊嗰個人咧，佢就去咗掘地，將佢主人嘅錢咧就埋藏咗啦。過咗好耐，嗰啲僕人咧，那些僕人嘅主人就嚟了。過咗好耐，咁嗰個主人咧就翻嚟啦，就同啲僕人去收錢啦，係咪？咁拎咗5蚊嗰個咧，佢連得拎咗5蚊嗰個咧，就將另外嗰5蚊咧就拎咗嚟俾個主人，就話啦：主啊，你交俾我嗰5蚊喺呢度啊，睇下呢個5蚊。另外除咗呢個5蚊之外咧，我又賺到另外個5蚊。咁佢嘅主人咧就同佢講話：啊，做得好！你呢個良善又忠心嘅僕人，你在不多嘅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許多事派你作管理，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
咁拎咗2蚊嗰個咧，佢就嚟咗啦。佢又話啦：主啊，你交給我嘅嗰2蚊，你睇下喺呢度。另外咧，佢又賺咗2蚊。咁啊，主人咧就對嗰個人講啦，就話：哦，做得好，你呢個良善又忠心嘅僕人，你喺不多的事上有忠心。Thou has been faithful over few things。我要將好多嘢派俾你作管理，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嘅快樂。另外啦，咁得1蚊嗰個咧就點樣啊？拎咗1蚊嗰個就嚟咗啦。佢就話啦：主啊，我知道你係忍心嘅人，冇種嘅地方要收割，冇撒嘅地方要收取，即係你reaping 咩得？佢就話啦，嗰個得1蚊嗰個咧就話啦：我知道你係 an hard man， 係忍心。hard man 點解啊？硬漢，好難搞，冷漠，不近人情。Reaping where thou hast not sown， 你唔會去收割冇種嘅地方。And gathering where thou hast not stood， 你亦都唔會去收取你冇播過種嘅地方。And I was afraid， 我就好驚啦，去將你個1蚊就收埋咗喺地下度。請看，你個1蚊喺呢度啊！之後個主人點啊？主人就回答佢啦：你呢個又惡又懶嘅僕人，你既知道我沒有種嘅地方要收割，沒有撒嘅地方要收取，你就當把我嘅銀子放給換錢嘅人，這樣到我來嘅時候，我可以連本帶利收回。即係嗰個拎咗1蚊嗰個人咧，佢乜都冇做，佢將個1蚊收埋咗喺地下度。之後咧，個主咧就同佢講話：你呢個又懶又惡嘅僕人，你既然知道我冇嘢可以收割，又冇地方可以收取嗰啲農作物嘅話，咁你係咪應該將呢個1蚊去俾啲兌換，即係拎去兌換啊，去賺連本帶利去投資啊？呢度係點解咧？呢度係話，當你知道真正嘅聖經、真正嘅道理嗰陣時，你知道主耶穌基督已經將你令到你完美啦，你就要去話俾人知，你就要去同人哋講，無論你係有1蚊、5蚊定係2蚊都好，無論你知道有幾多，但係個最基本嗰一樣嘢你係知道嘅，就係主耶穌基督喺十字架上邊已經除去晒所有罪啦，佢令到你完美。嗱，點解咁樣講呢？令到你完美，我哋之前睇過嘅希伯來書，第10章第14節，因為他一次獻祭，因為主耶穌基督嘅一次獻祭，便叫那得以成聖的人永遠完全，永遠完全。For by one offering， 即係嗰一次喺十字架上面嗰一次 ，He has perfected forever， 佢已經令到將嗰啲人完美啦。嗰啲係咩人啊？係成聖嘅人，相信基督嘅人。好啦，咁你話：哎呀，我唔知自己係咪成聖喎？睇埋第10節啦。我們憑這旨意，靠基督耶穌只一次獻上他的身體就得以成聖。所以就係你信唔信啊？敬畏耶和華、敬畏神係智慧嘅開端。首先你要敬畏神，咁你就要去
認識神 knowledge，因為智慧係你嘅姊妹，知識係你嘅親人。咁知識係乜嘢啊？就係呢本聖經啦。咁如果聖經已經咁樣講啦，你哋憑呢個意志，呢個意志就係你哋嘅相信，相信本聖經講嘅係真嘅，神係唔會講大話嘅。靠啲乜嘢啊？靠主耶穌基督，因為主耶穌基督佢一次獻上佢嘅身體，就已經得以成聖啦。所以因為主耶穌獻上一次嘅身體，我哋靠主耶穌佢獻上咗一次嘅身體，我哋就可以成聖啦。英文咧係簡單啲嘅 ，by the which will we are sanctified。我哋係成聖嘅，透過 the offering of the body of Jesus Christ once for all。我哋係成聖嘅係。我哋成聖係透過主耶穌基督一次獻上佢嘅身體，就咁簡單啦。哎呀，所以只要你相信，只要你相信，你就知道自己係完全，你就知道自己係成聖，你就知道自己係義人，你就知道自己冇得犯罪。呢個就係真正嘅聖經講嘅真道。咁嗰個1蚊拎咗1蚊嗰個人咧，佢係知道基本嘢，咁佢係咪亦都要去話俾人知啊？要去同人哋講，喂，原來主耶穌基督已經除晒所有罪噶咯喎！但係點解你哋仲去教會喺度犯罪悔改做啲咁嘅嘢啊？我哋啱啱睇到馬太福音。但係佢冇做到，佢知道主耶穌基督已經令到你完全，令到你成聖，佢冇話俾人知，佢收埋自己，乜都又唔同人哋講。咁最後耶穌基督翻嚟嗰陣時，呢個拎咗1蚊嘅，佢拎咗拎咗1蚊嘅僕人，佢根本上就冇去將呢個道傳出去。咁冇傳出去。主點樣講啊？主人就回答啦：你個又惡又懶嘅僕人，你既知道我沒有種嘅地方要收割，沒有撒嘅地方要收取，你就應該將我啲錢啊，俾兌換，即係換錢嘅人。咁樣我翻嚟嗰陣時，我就可以連本帶利咁樣收翻啲錢。之後咧，主咧就奪過他，就將佢嗰1蚊都拎走。俾嗰個有10蚊嘅人啦，因為凡有嘅還要加給他，叫佢有餘，即係有剩好多；沒有嘅，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你們把這冇用嘅僕人丟在外面黑暗裏，在那裏必要哀哭切齒了。呢度係邊度啊？Outer darkness 係地獄。所以你知道之後，你係有嘢要做㗎，你係要去話俾人知㗎。因為真正嘅愛 ，OK。For God is love. First John 4:8。真正嘅愛，沒有愛心的就不認識神，因為神就是愛。He that loveth not knoweth not God。如果你唔愛嘅話，你就唔認識神，因為 For God is love，因為神就係愛啦。所以如果你話你去愛身邊嘅人，但係你都唔同佢哋講話，喂，主耶穌基督令到你完全咯，你知唔知自己冇罪可以犯㗎啦？你知唔知原來一直個教會一直呢個世界裏邊嘅 system， 呢啲 system 或者身邊嘅人、電視講嘅嘢、報章雜誌、電視電影，佢哋講嘅全部都係淫婦講嘅嘢，同你講話，佢哋唔將真正嘅道理話俾你知，反而譬如你可以睇下嗰啲咩之前嗰個搞棟篤笑嗰個叫乜嘢？
佢咪拍咗一套咩破地獄定係反地獄？成部電影都係話點樣去破地獄，但係其實佢哋根本上就做唔到呢啲咁嘅嘢，係佢哋嘅 imagination，係佢哋嘅想像。破乜鬼地獄啫？要去嘅就去天堂啦！你做咩想去地獄咧？嗱，點解佢哋會想去地獄咧？係因為呢度亦都講咗啦，犯罪嘅係屬於魔鬼，因為魔鬼從起初就犯罪。神嘅兒子顯現出來，特為要除滅魔鬼嘅作為，因為佢哋從起初就犯罪。我知道我係冇得犯罪，因為主耶穌基督佢喺十字架上面除去晒所有罪。嗱，罪係乜嘢？罪係違背律法，違背律法就係罪。而基督咧喺十字架上面做啲乜嘢？T15，基督用自己嘅身體廢掉冤仇。冤仇係乜嘢啊？冤仇就係記著律法上嘅規條，為要將兩下藉着自己做成一個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咦？等我一陣啊！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和睦即係 peace。如果你仲犯罪，你就冇和睦。記在十字架上滅了冤仇，便藉這十字架使兩下歸為一體，與神和好了。人同埋神中間點解啲人死會落地獄啊？係因為有罪喺中間，因為佢哋唔相信神，唔相信基督。而主耶穌基督佢係神。佢亦都係神之子，因為佢同神原本係一齊嘅。咁咧，主耶穌基督已經將喺十字架上邊咧消滅咗冤仇，消滅咗罪啦，之後同神好返啦。咁所以點解主耶穌基督佢咁樣做，其實同時係令到天上同埋地上嘅都與自己和好了。自己係乜嘢？神。基督已經令到所有嘢將自己和好啦，你係完美嘅，藉著他的肉身受死，都成了聖潔。To present you holy and unblameable and unreprovable in His sight。所以你喺神，只要你相信，你就喺神面前係完美、聖潔、無可指的、無可責備，就係咁啦。唯一嘅就係你要相信。好啦，咁咧嗰個人咧，佢知道呢啲嘢之後，佢唔話俾人知，佢收埋埋，咁最後俾個主人抌咗去黑暗外邊嘅黑暗 outer darkness。當人子在他榮耀裏同着一切聖天使降臨嘅時候 ，OK， 當人子同天使降臨嗰陣時咧，他便要坐在他榮耀的寶座上，列國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們分別出來，好像牧羊的將他的綿羊從山羊分別出嚟一般。分別啲乜嘢？就係綿羊喺左邊，綿羊喺右邊，山羊喺左邊，即係罪人同埋義人。呢個世界得兩種人嘅啫，好簡單，罪人同埋義人。於是王要向那些右邊的説，即係將啲綿羊講啦，同啲綿羊講啦，你們這蒙我父賜福的，可來承受那創世以來為你們所預備的國。嗱，可承受那創世以來為你們所預備的國，因為我餓了，你們給我吃；
渴了，你們給我喝；我作客旅，你們留我住；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我病了，你們看顧我；我在監裏，你們來看我。我坐監嗰陣時候，你哋嚟睇我啦，真係。我冇衫着嗰陣時候，你哋俾衫我着啦；我病咗嗰陣時候，你照顧我啦；肚餓嗰陣時候，你俾嘢我食啦；口渴嗰陣時候，你俾我飲啦。義人 then shall the righteous answer him。有個義人咧就問神啦，就話：主啊，我哋幾時見到你肚餓俾嘢你食啊？定係我哋幾時見到你口渴俾嘢你飲啊？我哋幾時見到你做客旅留住你喺度住咧？又或者你冇衫着嗰陣時俾衫你着啊？或者我哋幾時見你病嗰陣時，或者喺你坐監嗰陣時嚟探你啊？之後咧，王咧就回答佢哋話啦，就話：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記作在我這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的身上。聖經係唔講大話嘅，即係只要你將呢啲嘢其實就係愛，你去愛一個人。如果你見到一個人你愛嘅，佢冇衫着，你會唔會俾衫佢着咧？如果你見到一個人佢肚餓嘅，你會唔會？你愛嘅人佢肚餓嘅，你會唔會俾嘢佢食咧？所以你哋做呢啲嘢喺最細嘅弟兄身上咧，就係做喺我身上咯。嗰陣時，他又要向那右左邊的説：同啲山羊講啦，你們這被詛咒的人離開我，進入那為魔鬼和他的天使所預備的永火裏去。因為我餓了，你不給我吃；我渴了，你們不給我喝；我作客旅，你們不留我住；赤身露體，你們不給我穿；病了，在監獄裏，你們不看顧我。他們也就回答他說：主啊，我哋幾時見到你肚餓，或者口渴，或者作客旅，或者赤身露體，或者病，或者坐監嗰時唔伺候你呢？嗰陣時，他要回答他們說。即係主咧，就要同呢啲人講啦，山羊講啦，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不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係唔喺我身上做。這些人要往永刑裏去，那些義人卻要往永生裏去。就係咁。愛一個人係有 action，你係要去為佢做啲嘢㗎。如果你淨係講嘅話，咁又有咩用啊？第26章，耶穌講完呢啲説話之後咧，就同佢門徒講啦：你哋要知道，過2日咧就係逾越節啦，人子將要被賣俾人釘十字架啦。嗱，呢度咧就係話究竟耶穌做咗啲乜嘢啦？究竟耶穌喺十字架上面做咗啲乜嘢？嗰陣時，祭司長、文士同埋民間嘅長老咧，都聚集咗喺大祭司稱為該亞法嘅官裏邊嘅 palace 宮廷裏邊，大家咧就要商議點樣去用詭詐去捉住基督，去殺咗基督。只係佢哋話，但係佢哋就話啦，當節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間生亂，即係節日嗰一日咧就唔得喎，因為驚啲人咧喺度恐慌。嗰陣時啦，耶穌咧就喺伯大尼長大麻風嘅西門家裏，咁咧有個女人咧就拎住一個玉盒，好貴嘅玉盒，好貴嘅香膏就嚟咗啦。趁耶穌坐席嗰陣時，坐席唔係坐到好直，係坐喺度嗰陣時，食飯嗰陣時，繞在他的頭上，喺佢頭上度淋咗嗰啲好貴嘅香膏啦。但係咧，佢嘅門徒見到就唔開心啦。佢個門徒就話：點解要咁樣枉費？點解要咁樣嘥咗啲香膏啊？呢個香膏可以賣好多錢，可以濟貧喎。耶穌明白呢句話嘅意思，就對佢哋講啦，就話啦：你哋點解要難為呢個女人咧？佢喺我身上做嘅係一件美事，係一件好事。因為成日都有窮人同你哋一齊噶啦，但係
你哋唔係成日都有我同你哋一齊。佢將呢個香膏繞喺我身上，係為咗我安葬做嘅。我實在告訴你哋，普世之間，無論在什麼地方傳這福音，也要述這女人所行的，為她紀念。點解咁樣講呢？因為嗰個女人佢將最貴嘅香膏去俾基督，即係將你認為你最珍貴嘅嘢，就係俾基督去侍奉你嘅神。當下12個門徒裏邊有一個稱為加略人猶大嘅，就去咗見祭司長啦，就同祭司長講：我將基督交俾你哋，你哋願意俾啲咩我啊？咁祭司長咧就約定俾佢30塊銀子，30嚿銀。咁嗰陣時咧，阿猶大咧就揾機會去賣個基督啦。除酵節嗰日啦，門徒就嚟問耶穌，門徒咧就對耶穌講啦：你吃逾越節的宴席，要我們在哪裏給你預備呢？耶穌咧就話啦：你哋入去城嗰度啦，到某人那裏就同佢哋講，夫子說：我的時候快到了，我與我門徒要在你家裏守逾越節。門徒就照住耶穌所講嘅，叫佢哋做嘅嘢去做啦。佢哋就去啦，就準備咗逾越節嘅席宴啦。到咗夜晚嗰陣時，耶穌同12個門徒坐席，食完嘅時候，耶穌就話啦：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中間有一個人要賣我。佢哋就好憂愁啦，就一個一個咁對佢講：主啊，係唔係我啊？耶穌就話啦：同我沾手在盤子裏的，就係佢要賣我嘅。He that dipped his hand with me in the dish。OK， 即係喺個盤裏邊沾手，沾手，就係嗰個人咧就要去賣基督嘅。咁大家都知道係猶大啦。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經上指着他所寫的。但那賣人子的人有禍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嗰陣時啦，賣耶穌嘅猶大咧就回答佢話啦：夫子，係唔係我啊？耶穌就同佢講啦：你自己講噶，Thou hast said，你自己講噶。佢哋食嗰陣時咧，耶穌就拎住嚿餅，耶穌就拎起嚿餅，就拎起咗嚿餅啦，就祝福之後劈開，之後遞俾門徒啦，就話啦：你哋拎住嚟食啦，呢個係我嘅身體啊！佢又拎起個杯，就感謝 give thanks， 感謝神，就將呢個杯就遞俾佢哋啦，就話啦：你哋要飲呢一個杯，因為咧呢個係我立新約嘅血，為多人流出嚟嘅，使罪得以赦免。For this is my blood of the New Testament， 即係你哋而家睇緊呢一個新約聖經 ，which is shed for many for the remission of sin。呢本新約嘅聖經咧係使罪得赦免罪嘅。但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我不再喝這葡萄所出的，即係唔再飲酒啦，直到我在我父的國裏同你們喝新的那日子。But I said unto you, I will not drink henceforth of this fruit of the vine。我就同你哋講啦，我唔會今日之後咧，我就唔會飲呢啲酒噶啦，葡萄酒噶啦，直到嗰一日，我會一齊同你哋一齊飲喺我天父嘅國度裏邊，神之國。他們唱了詩，就出來往橄欖山去。嗰陣時啦，耶穌咧就同佢哋講啦：今晚你們都因我而厭棄，因為經上記住說，我要擊打牧人，羊就分散了。
OK，佢就話今晚你哋會俾我 offended，即係 offended，唔係厭棄喎，係俾激親咁樣 offended，冒犯係啦。今晚你哋都要因為我而被冒犯，因為經上就話啦，我要擊打牧人，羊就分散啦。但係我復活喺我復活之後咧，要在你們以先往加利利去。I will go there before you into Galilee。我就會去加利利嗰度揾你哋。我就會去到加利利嗰度啦。彼得咧就答佢啦，就話啦：眾人雖然因你而冒犯，我就一定唔會被冒犯噶。Yet will I never be offended。我永遠都唔會被你冒犯到噶。耶穌咧就同佢講話：我實在告訴你們，今夜雞叫以先，你要3次不認我。咁因為神係唔講大話，聖經係唔講大話，咁所以咧喺呢度講嘅嘢咧都一定會發生。彼得咧就對佢講啦，就話啦：我就是必須和你同死，也總不能不認你。即使我同你一齊死，我都唔會唔認你嘅。眾門徒都係咁樣講。耶穌同門徒嚟到一個地方，名叫客西馬尼，就對門徒講啦，就話啦：你們坐喺嗰度啦，等我喺嗰邊祈禱。你哋坐喺呢度，等我喺嗰邊祈禱。於是咁咧，基督咧就帶咗彼得同埋西庇太嘅2個仔就一齊去啦，就憂愁起來，好難過啦，超級難過。基督咧就同佢哋講話：我心裏甚至憂傷，幾乎要死。你們在這裏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面伏在地，禱告說：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這杯離開我，即係釘十字架。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但係唔係我想做啲乜嘢，而係你想做啲乜嘢。主耶穌基督佢都係守呢本聖經。Even Christ learned to be obedient。希伯來第5章第8節。因為係神嘅意志，所有嘢都係神嘅意志。他雖然為兒子，雖然耶穌基督係兒子啊，但係亦都因所受嘅苦難學了順從，所以佢都係學習。Yet learned， 佢係學習。He obedient by the things。OK。廿六第39，佢嚟到門徒嗰度咧，見佢哋都瞓着咗，就對彼得講：點啊？你哋唔可以同我一齊同我警醒一個鐘咩？總要警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你哋心靈固然願意，肉體卻軟弱了。他第2次又去禱告說：我父啊，呢杯若不能離開我，必要我喝，就願你的旨意成全。他嚟咗，基督又翻嚟啦，見到佢哋又瞓着咗，因為佢哋隻眼好攰。耶穌咧又離開佢哋第3次禱告，講嘅説話咧都係同先前一樣。於是基督咧就嚟到門徒嗰度啦，就對佢哋講話：而家你哋仍然睡覺安歇吧。看啊，時候近了，人子被賣在罪人手裏。起身啦，我哋走啦。看啊，賣我的人近了，
因為嗰啲人已經嚟緊啦。嗰啲人就係猶大同嗰個祭司長嗰啲人。他説話期間，基督講嘢嗰陣時咧，不料那12個門徒裏嘅猶大嚟咗啦，並有許多人帶着刀棒，從祭司長同埋民間嘅長老嗰度同佢一齊嚟，即係有好多人同猶大同埋祭司長同埋長老一齊去捉基督啦。咁咧賣基督嘅一個信號，即係個暗號咧，就係話猶大同邊個親嘴，嗰個人咧就係基督啦。你哋可以拿住佢，你哋可以捉住佢啦。猶大隨即咧就去到基督嘅面前啦，就話請夫子安，就與基督親嘴啦。基督咧就對猶大講啦：朋友，你係點解要嚟啊？於是嗰啲人就上嚟捉住咗基督啦。忽然有跟隨耶穌基督嘅一個人咧，就拎咗把劍出嚟，拎咗把刀出嚟，就將大祭司嘅僕人斬咗一刀，就斬甩咗佢隻耳仔。耶穌咧就同佢講，佢就話啦：收刀入鞘吧，因為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Thinking down，你諗下，我唔可以而家求我父當下給我12多營天使嚟嗎？Thinking down that I cannot now pray to my Father, and he shall presently give me more. OK， 基督即係話啦，你諗下啦，如果我而家，你覺得我唔可以叫天父俾12個天使我咩？即係話，如果我要走嘅話，係唔會有問題嘅。但係如果咁樣嘅話，聖經上所說事情必須如此的話，卻怎樣應驗呢？但係嗰個即係佢嘅意思，即係話聖經上面要寫嘅嘢咧，就一定要應驗。所以基督就淨係可以學會順從。正當那時候，耶穌對眾人說：你哋帶住刀棒出來捉我，就好似捉賊咁啊！我日日坐喺個殿裏邊教導人，同你哋喺埋一齊，你哋都冇捉我。但呢一切嘅事既然有啦，為要應驗先知聖經上面嘅話，當下門徒都撇棄他逃走了。門徒都就逃走咗啦，離開咗基督啦。所以呢個係應驗之前，基督話佢哋都要因為基督而被冒犯啦。之後牧羊嘅就要打散啲羊群。捉住基督嗰個人咧，就將基督帶到去大祭司該亞法嗰度啦。文士同埋長老咧就已經喺嗰度聚集啦。彼得卻喺遠遠地跟住耶穌，直到大祭司嘅官員進到裏邊，就同僕人同坐，要睇下究竟係咩事。祭司長同埋長老同埋全公會尋找假見證控告基督，要治死基督。但係咧，佢哋就揾唔到實質嘅證據。係啊，雖然有好多人嚟作假見證，但係都揾唔到有啲咩實質嘅證據。末了，最後有2個作假見證的前嚟，最後有2個作假見證的就嚟咗啦，就話啦，咁嗰2個作假見證嘅，即係砌佢生豬肉。咁點樣砌法咧？嗰個人就話啦：呢個人基督啊，耶穌基督就話我能拆毀神嘅殿，3日內又可以建造翻出嚟。即係佢之後大祭司咧就起身啦，就對基督講就話：點解你唔回答啊？呢啲人作見證去告你係點解啊？點解呢啲人要去做見證去告你啊？耶穌咧就唔出聲啦。大祭司咧就回答，大祭司就話啦：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訴我們，你係神嘅兒子。
Whether thou be Christ the Son of God， 我就話啦，你係唔係神嘅兒子基督？即係大祭司咧就要基督就問，就叫基督答佢，究竟你係唔係神嘅兒子基督啊？耶穌咧就同佢講話：你自己已經講咗啦，你自己已經講咗啦，我就係神嘅兒子啦。但係我告訴你們，後來你們要看見人子坐在那權能者的右邊，駕着天上的雲降臨。呢個就係預言基督之後會翻嚟。嗰10個童女嗰一日啦，5個係會俾基督帶走，5個係會留翻喺個地上。大祭司咧就撕開咗件衫，就話啦：你講啲咩僭妄嘅話啊？我哋何必再用見證人呢？我哋唔使再揾見證人啦。睇下呢啲僭妄嘅話，你哋都聽到啦。你哋嘅意見如何啊？你哋點樣？你哋點睇啊？佢哋就回答啦，就話呢個係犯咗死罪。之後佢哋就吐口水喺基督塊面上面，用拳頭去打佢，用手掌去打佢，就話啦：你呢個基督同我哋講預言啦，打你嘅係邊個？彼得喺之後，彼得咧就喺外面官院裏面坐住，有一個女人咧就去到佢前面啦，就話啦：咦，你之前係喺加利利同耶穌一黨嘅喎，你哋係一齊嘅喎。彼得咧就喺眾人面前唔承認啦，因為彼得喺眾人面前，所以佢就唔承認啦。彼得就話：我唔知你講啲乜嘢喎。咁之後咧就出咗去啦，就去咗門口度。又有另外一個侍女咧就睇到彼得啦，就對嗰度嘅人講話，就話：呢個人咧係同基督一齊嘅喎。彼得又唔承認啦，而且發誓講就話：我唔認得呢個係邊個，我唔識佢喎。過咗不多嘅時候，過咗一陣啦，旁邊企住嗰個人咧就嚟到彼得前面就話啦：你係真係同佢哋一黨嘅喎，你個口音都暴露咗，你係同我哋一齊嘅。之後彼得咧就起誓咁樣講：我唔認得呢個人喎。嗰陣時雞就叫啦。嗱，記唔記得之前彼得同耶穌講就話啦：我係唔會俾你冒犯到噶，即使死我都要同你一齊。之後耶穌咧就同彼得講話：但係咧之後咧你會3次唔認我，之後咧就雞啼啦，就係咁啦。彼得想起耶穌嘅説話，曾對他説，就曾經同基督曾經同彼得講過：雞叫以先，你要3次不認我。之後彼得咧就出咗去痛哭啦，因為聖經所講嘅嘢都會發生。到了早晨，眾祭司長同埋民間嘅長老，大家商議要點樣治死基督。佢哋就首先將基督綁住咗啦，便領他去交俾巡撫本丟彼拉多，就交咗俾一個人啦。嗰陣時咧，賣耶穌嘅猶大咧，睇到耶穌已經定咗罪，就後悔啦，就將個30蚊咧就拎翻出嚟啦，還翻俾祭司長同埋長老，就話啦：我賣咗無辜嘅人嘅血係有罪噶。之後咧，祭司長同埋長老就話啦：咁樣關我哋有咩事啊？你自己承擔啦。猶大咧就將嗰啲銀紙丟在殿裏離開，出去吊死咗啦。嗱，佢冇endure，佢冇25，佢冇忍耐到底，祭司長就拎起咗銀紙就話啦：呢啲係血價，唔可以放喺庫裏邊。他們商議，就用那銀錢買了陶匠嘅一塊田，為要埋葬外鄉人。
OK，咁嗰班祭司長咧就拎咗嗰啲錢咧，就去買咗一塊田啦。咁嗰塊田咧就叫做血田。這就應驗了先知耶利米嘅説話，就話啦：他們用那30塊錢銀子，就是被估定之人的價錢，是以色列人中所估定的。拿錢給他們買了陶像的一塊田，這是照着主所派定我的。即係呢啲事一定會發生㗎啦。耶穌站在巡撫面前，巡撫咧就問佢啦，就話：你係咪猶太人嘅王啊？耶穌就話啦：呢個係你自己講嘅。他被祭司長，咁基督咧被祭司長同埋長老控告嗰陣時咧，就咩都唔回答。彼拉多咧就對佢講啦：你們作見證告你哋咁多事，你冇聽到嘅咩？他們作見證，佢哋做咗好多見證去告你咁多嘢，你唔知嘅咩？耶穌亦都不回答一言。Answer him to never a word。耶穌就一個字都唔講，以致巡撫甚覺稀奇。咁嗰個巡撫咧，阿彼多拉就覺得好奇怪啦。巡撫有個常例，每逢嗰個節日咧，隨百姓就所要的。OK， 巡撫有個常例，嗰個常例就係每逢呢個節日，百姓咧可以要求佢放一個囚犯俾佢哋。百姓可以要求釋放一個囚犯。咁嗰陣時咧，佢哋有一個出名嘅囚犯叫做巴拿巴。百姓聚集嘅時候咧，彼拉多就對佢哋講啦，就話：你哋要我釋放邊一個囚犯俾你哋啊？係巴拿巴定係稱為基督嘅耶穌啊？巡撫原知道他們是因為妒忌先將他解了來。For he knew that for envy they had delivered him。佢哋知道，因為佢哋妒忌基督，所以就將基督帶咗佢去坐監。他坐堂的時候，佢嘅夫人打發人來說：這義人的事你一點不可管，因為我今天在夢中因他受了許多苦。OK， 即係咧，呢個人呢個人嘅老婆阿彼拉多個老婆咧就嚟咗同阿彼拉多講呢個義人嘅事咧。Judgment sit have thou nothing to do with that just man。就話啦，你一啲都唔可以對呢個義人做任何嘢，因為我今日發夢嗰陣時咧，因為呢個人咧我就受咗好多苦啊。只係祭司長同埋長老挑唆眾人，要求釋放巴拿巴，除滅耶穌。巡撫咧就答佢哋啦，就話：呢兩個人你哋要我釋放邊個俾你哋啊？咁呢班人咧，眾人咧就話要釋放巴拿巴。彼拉多咧就對佢哋講話：咁樣呢一個稱為基督嘅耶穌，我要點樣去處理佢啊？之後眾人咧就同彼拉多講話，將佢釘十字架。巡撫咧就話啦：點解啊？佢做咗啲咩嘢惡事啊？之後咧，眾人咧就喺度嗌啦，就話將佢釘十字架，將佢釘十字架咁樣啦。彼拉多咧就見到講到都無濟於事，反而咧就好亂，反而就生亂，反而眾人就越嚟越亂咁嘅意思。就拿着水，就拎住盆水喺眾人面前洗手，就話啦：流這義人的血，罪不在我，你們承當吧。即係話。你哋要殺佢啊嘛，你哋要將佢釘十字架啊嘛。OK， 呢件事唔關我事嘅，你哋自己承擔翻啦。百姓咧就都回答啦，就話啦：他的血歸到我們和我們的子孫身上。His blood be on us and on our children。於是彼多拉釋放巴拿巴俾佢哋。彼多拉咧就將耶穌鞭打，交俾人釘佢十字架啦。鞭打。
記唔記得舊約聖經以賽亞書第53章第5節？哪知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喂，哪知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係基督為所有人、全世界嘅人嘅過犯受害，為所有人嘅罪孽壓傷。壓傷即係點解 ？bruise 即係瘀咗、打瘀咗。擦傷、打傷。For our iniquity， 因為他嘅刑罰，我哋得平安；因為他嘅鞭傷，我哋得醫治。如果你仲犯罪，咁你就冇平安；如果你仲犯罪，咁你就冇得醫治，就咁簡單。所以因為主耶穌基督受嘅呢啲痛楚，你而家係完美嘅，係咪27啊？OK， 他既把基督鞭打了，交俾人釘十字架之後咧，等我一陣啊。OK， 有送包裹嘅人嚟咗。我哋啱啱睇到係啦，因為佢嘅鞭打，我哋就有平安同埋得醫治。秦府嘅兵就將耶穌帶到去議事廳，叫全營嘅兵咧都聚集喺嗰度。之後佢哋將佢除衫，就換咗一件朱紅色嘅袍子。嗰陣時咧，佢哋用荊棘編作冠冕戴在佢嘅頭上。荊棘編作冠冕。我哋一齊睇下呢個冠冕係咩冠冕？係咁樣嘅。唉，但係佢係神喎，你要知道佢係神喎。戴喺佢嘅頭上，拎住一根葦子。乜嘢叫葦子？OK， 放喺佢嘅右手裏，就跪喺佢面前戲弄他，就話啦：恭喜猶太人嘅王！佢哋又吐口水喺佢面上，拿葦子打佢個頭，將佢戲弄完之後咧，佢哋就將佢除咗佢件袍，仍穿上他自己嘅衣服，帶咗佢出去，要釘佢十字架。
佢哋出嚟嗰陣時咧，遇見一個古利奈人，名叫西門，他們就勉強他 OK 呢個古利奈人西門咧，就幫主耶穌基督就孭佢個十字架。佢哋嚟到一個地方名叫各各他，意思就係叫做骷髏地。兵丁拿苦膽調和嘅醋就俾基督飲，他嘗了就不肯喝。於是佢哋就將佢釘喺十字架上邊，又紮又抽籤分咗佢件衣服。呢個係要應驗先知嘅話，就話啦，他們分了我的外衣，為我的裡衣紮籤，即係抽籤。Cast and upon my firstborn did they cast lot。OK，睇下邊個可以要咯。OK，就係抽籤要佢嗰件衫咯，同埋分咗佢嘅外衣。They parted my garments among them。係兵丁咧就又坐喺嗰個地方就看守住佢啦。喺基督嘅頭上就安咗個牌子，寫住他嘅罪狀，寫住基督嘅罪狀，就係話呢個係猶太人嘅王耶穌。當時咧就有兩個盜賊，一個咧就同佢一齊釘十字架，一個喺右邊，一個喺左邊。喺嗰度經過嘅人咧就辱罵基督，就搖住頭，就話啦，就話你呢個拆毀聖殿3日又可以建造起來嘅，如果你可以救自己嘅話，你一定可以救自己啦。你如果係神嘅兒子嘅話，你就從十字架上面落翻嚟啦。祭司長同埋文士同埋長老都係要咁樣戲弄他，就話啦，他救了別人，不能救自己。他若是以色列嘅王，而家就可以從十字架上落翻嚟，我就信佢啦。但係其實呢個3日又建造嘅意思係話佢3日之後會翻生，會復活。他救了別人 ，OK。他倚靠神，神若喜悅他，而家就可以救佢啦。因為佢曾經話過啊嘛，我係神嘅兒子。那和他同釘嘅盜賊亦都係咁樣去笑佢。從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申初係咪4點啊？OK， 申初下午3點，猶太人嘅説法第9。OK， 3點就黑啦。約喺申初嗰陣時候，耶穌就大聲嗌：以利以利，拉馬撒巴各大利嘅意思咧就係、是、我嘅神啊，我嘅神啊，你點解要離棄我啊？喺呢度咧，點解佢要離棄我咧？點解佢咁樣講啊？我哋要睇下 Second Corinthians，哥林多後書第2章，唔係哥林多後書第5章第21節，因為主耶穌基督喺嗰一刻替我們成為咗罪。我哋知道人同埋神中間嘅隔膜係罪，好叫我們在他裡面成為神嘅義。因為主耶穌基督成為咗罪，所以咧神離棄咗佢嗰一刻，就係咁。呢個就係神做嘅嘢，替你成為罪，然之後替你成為咗罪，喺第46節嗰度替你成為咗罪，
站在那裏的人有的聽見就說：這個人呼叫以利亞呢。內有一個人趕緊跑去拿海面沾滿了醋，綁喺位置上俾佢飲。其餘嘅人呢就話：且等着睇下以利亞嚟唔嚟救佢。耶穌又大聲喊叫，氣就斷了。OK， 喺呢一刻嗱，耶穌佢成為咗罪之後喺十字架上面死咗。咁喺呢一刻咧，佢就係condemn sin in the flesh。羅馬書第8章嗱，咁佢死咗啦。咁我哋睇下羅馬書第8章點樣講。神就差遣自己嘅兒子成為罪身嘅形狀，作了贖罪祭，在肉體中定了罪案。嗱，中文咧就好奇怪嘅，咩叫定了罪案咧？其實英文係咁樣嘅 ，God sending His own son， 即係神差遣佢個仔啦，主耶穌基督啦 ，in the likeness of sinful flesh， 變成為咗人啦，有肉體啦，罪嘅罪身啦 ，and for sin， 對於罪咧 ，condemn sin in the flesh。condemn 點解啊？Sentence, punishment, disapprove， 譴責聲討已經譴責咗罪啦，即係罪已經被譴責啦，罪已經玩完啦。喺嗰一刻，所以喺呢一刻，氣就斷了。呢一刻罪已經冇啦，因為罪同埋基督個身體一齊死咗之後，3日之後基督翻生，但係罪冇翻生。所以點解會話我唔可以再犯罪咧？因為呢個世界已經冇罪啦。但係你首先要相信啲乜嘢啊？相信基督係有呢個權能、呢個權力去將所有罪除掉。忽然，殿內嘅幔子從上到下裂為兩半，之後地震，磐石都崩裂，墳墓亦都打開咗，有啲已經死咗嘅聖徒就 arose， 就起翻身。到耶穌復活之後，佢哋after his resurrection and went into the holy city and appeared there as many。OK， 有啲已經死咗嘅聖徒咧，就翻生咗之後就去咗聖城嗰度，去咗神之國。百夫長就一同看守基督嘅人就睇到地震並所經歷呢啲事，就大大地害怕，就話啦：呢個真係神嘅兒子啊！有許多婦女喺嗰度遠遠咁樣觀看，佢哋係從加利利跟隨耶穌嚟服侍耶穌嘅。內中有抹大拉嘅瑪利亞，又有雅各同埋約西嘅母親瑪利亞，又有西庇太兩個兒子嘅母親。到了夜晚，有一個財主名叫做約瑟，係亞利馬太嚟嘅，佢都係耶穌嘅門徒。佢咧就去見比多拉，要求耶穌嘅身體。比多拉咧就吩咐將身體俾個財主約瑟啦。約瑟拎到身體之後咧，就用乾淨細麻布包好咗，安放喺自己嘅新墳墓裏邊。就係佢嵌在磐石內。佢又將大石頭滾到，佢又將嚿大石頭放喺個門嗰個墳墓嘅門口嗰度，就走咗啦。之後咧，有抹大拉嘅瑪利亞同埋那個瑪利亞，同埋第二個瑪利亞咧就喺嗰度啦，就對住個墳墓就坐喺度啦。
第二日亦都係預備日嘅第二日，祭司長同埋法利賽人咧就聚集喺度見彼多拉，就話啦：大人，我記得迷惑人嘅，即係話基督迷惑人啦，仲未死嗰陣時咧，就話過我3日之後要復活喎。所以不如我哋吩咐人將個墳墓把守妥當，即係守好個墳墓佢，直到第3日。我驚由佢嘅門徒喺夜晚裏邊偷走咗基督個條屍，就同百姓講話佢從死裏復活了。這樣那後來的迷惑比先前嘅就仲厲害啦。彼多拉咧就對佢哋講話：你哋有看守嘅人，你哋就去啦，盡你哋所能將佢看守妥當，將個墳墓看守妥當。佢哋就去咗啦，使墳墓把守妥當，封了石頭，並派人看守。安息日the end 將盡就完結啦。天光嗰陣時，7日嘅第一日就快到啦。抹大拉嘅瑪利亞同埋另一個瑪利亞咧就嚟咗睇個墳墓啦。突然地大震動，因為有主嘅天使從天上下來，把石頭從墓門口滾回，坐在上面，即係開咗嚿石頭，將嗰個守喺墳墓門口嘅石頭就滾開咗。佢嘅面貌如同閃電，衣服潔白如雪。看守嘅人咧就因為佢都嚇得粉身亂戰，甚至和死人一樣。天使咧就答婦人啦，就話：你哋唔使驚，我知你哋係揾緊嗰個被釘十字架嘅耶穌，佢唔喺呢度啊。照佢所講嘅，佢已經復活咗啦。你哋嚟睇下安放主嘅地方，同埋快啲去話俾佢嘅門徒聽。同佢哋講話，耶穌已經從死裏復活了，而且看下，他在你們以先往加利利去，即係話基督已經去咗加利利啦。喺嗰度你哋要見到基督，我已經同你哋講咗啦。婦女們咧就急忙離開墳墓，又驚又歡喜，就跑咗去同啲門徒講啦。佢哋咧就同啲門徒講嗰陣時候咧，忽然耶穌咧就見到佢哋，就話：你哋好。佢哋就上前抱住耶穌嘅腳敬拜啦。耶穌就同佢哋講話：唔好驚，你哋去同我嘅弟兄講，叫佢哋去加利利嗰度，就一定會見到我。喺加利利嗰度就一定會見到我噶啦。佢哋去嘅時候咧，不料看守嘅士兵咧有幾個入咗去城裏邊，將所經歷嘅事都報俾祭司長聽，都話俾祭司長聽。祭司長同埋長老咧聚集商議，就拎咗好多錢俾兵丁，就話啦：你哋要咁樣講，夜間我們睡覺的時候，他的門徒嚟咗，將耶穌基督嘅屍偷走咗。倘若這話被術婦聽見，有我們勸他保你哋冇事。兵丁收咗錢之後，就照吩咐佢哋去，就按照吩咐佢哋嘅去做啦。這話就時常傳說在猶太人中間，直到今日。呢句話就傳咗去猶太人中間，就直到而家啦。11個門徒往加利利去嗰陣時咧，到了耶穌和他們約定嘅山上，他們見了耶穌就拜祭基督。但係咧，有人咧就好疑惑喎。耶穌咧就提前，耶穌就行咗佢哋度啦，就話啦：天上地下所有嘅權柄都賜給我了，所有嘅嘢 ，all power is given unto me in heaven and in earth。所有嘅嘢，所以你哋要去做乜嘢啊 ？Teach all the nation， 教導所有嘅國家，奉父子聖靈嘅名，將俾佢哋施洗 ，baptism them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and of the Son and of the Holy Ghost。
奉我所吩咐你哋嘅，都教導佢哋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嘅末。阿門。咩叫做奉子父聖靈嘅名同佢哋施洗呢？就係 water by the word of God。真正嘅施洗，以弗所書第5章。OK， 真正嘅施洗要用水，藉着乜嘢啊？道，把教會洗乾淨，成為聖潔。要用水，咁水係乜嘢啊？就係藉着道。道係乜嘢啊？就係呢本聖經，把教會洗乾淨，成為聖潔。呢個先係真正嘅施洗，並唔係教會裏邊同你講話你將你浸一浸水之後你就重生啦。唔係噶，重生嘅意思係你知道耶穌基督做啲乜嘢，你認識基督，你去睇呢本聖經，即係聖靈去同你講究竟聖子同埋聖父佢哋係邊個啊？你點樣去認識佢哋啊？所以你就要睇呢本聖經，係透過水，係要用水藉着道，即係呢本聖經去成為聖潔。差唔多2個鐘嗱，希望咧呢支咪咧係冇問題。咁咧呢個就係馬太福音第28章啦。OK， 提多書第1章第15節，在潔淨的人凡物都潔淨，在污穢不順的人什麼都不潔淨，連心思和良心也都污穢了。因為主耶穌基督已經將所有嘢，無論係天上嘅定係地上嘅，都與自己和好了。所以你做啲乜嘢，你講啲乜嘢，你食啲乜嘢，全部嘢都係和好嘅，就咁簡單。但係首先你要信佢，相信佢。而且首先，如果你信佢嘅話，你就知道冇罪可以再犯，因為罪已經唔再存在啦。因為主耶穌基督嗱，我哋啱啱睇咗啦，羅馬書律法既因肉體軟弱有所不行的，點解會係關律法事呢？係因為耶穌基督佢喺十字架上邊係成全晒所有律法啊嘛。因為約翰一書第3章第6節，第3章第4節，凡犯罪的，就是違背律法，違背律法就是罪。所以點解你會知道有罪呢？係因為有律法。當你犯罪，就係你去違背律法，即係你去犯法嗰陣時，你就犯罪啦。但係主耶穌基督佢已經將所有罪成全晒。fulfill the law。馬太福音第5章第17 yes。莫想我要來廢掉律法或者先知，我哋唔係要廢掉，而係要成全。當所有律法已經成全，究竟係你去守律法定係基督去守律法啊？係你成全定係基督成全啊？我實在告訴你們，就是天地都廢了，律法的一點一畫總不能廢掉，因為所有嘢喺基督被釘十字架嗰陣時都已經成全晒啦。基督成全晒所有律法，所以點解Ephesians 2:15，所以點解而基督成全晒所有律法之後，基督將律法釘喺十字架上邊，
就是用自己嘅身體廢掉冤仇，就係記喺律法上嘅規條，就係咁啦。所以如果你仲犯罪，係因為你仲覺得你要守啲律法，而律法已經被神基督守晒啦。所以你要知道，你係根本上唔會有罪可以再犯。罪係一個 imagination，你嘅一個想像嚟㗎，因為罪已經被剷除咗啦，所以你根本上就冇得犯罪。你係完美，點解你係完美？因為主耶穌，因為你相信主耶穌基督，就咁簡單。OK， 2個鐘好似有啲長。嗱，馬太福音就睇完啦，之後咧究竟睇可能睇《使徒行傳》。《使徒行傳》又係一本幾長嘅書嚟。OK， 今日係咁多，之後再諗啦。如果有問題嘅話，隨時留言話俾我知，支咪究竟係咪大聲咗好多？希望係。下次再見。